我们不晓得他们是怀着怎么样的心情来到教会。主啊，有忧伤的，愿你亲自安慰他们，给你的灵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打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能够从你而听到天上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安慰，我们的帮助。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今年第一次来到礼拜堂，请举手一下。第一次，有牧师也是第一次来到礼拜堂。他们上个礼拜诗班退休会我们上个礼拜读创世纪第1章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起初神创造天地，那我们看到上帝透过他的话创造宇宙万物一切的美好。上帝将空虚混沌的一个地方、混乱不明的一个地方的地球变成美丽、有规矩、有万物生养众多的一个地方，当中让我们人来管理他所创造的万物。我们深深感受到上帝创造的智慧，也看到上帝的怜悯。上个礼拜有讲过，上帝在他无限的永恒的当中，他空出一个地方来创造万物，造我们，甚至他邀请我们跟他一起来同工，在这个世上同工，在表明上帝他牺牲的爱在我们当中。我们也是在牺牲的爱当中受创造。上帝是创造者，上帝是唯一的创造者，我们是受造者。他守他对万物的约定跟应许，他将看顾万物一切的权柄给了我们，这个是非常很震撼性的一个事情。他让人在伊甸园当中享受无限的祝福，盼望人能够成为好的管家。但是如果我们有读圣经，这个礼拜有跟着新眼光读经在走的话，我们知道从3章到第8章的转变非常的大。我们甚至了解人竟然是这么的软弱。我们从始祖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犯罪开始，我们人就不断的违背上帝的命令。我们其中看到了一对的兄弟互相的因为嫉妒，哥哥把弟弟杀害。这个也是说人类史上第一件的谋杀案。人就因为他生气，他一气不过就杀了。这个在我们这社会上其实常常看见，一气不过，为什么？我忍不住。前阵子在幼稚园托儿幼稚园发生了，人家问那个主任，你为什么打他？因为我气不够，我一时的冲动。人离开上帝原本造我们的形象越来越远，以至于我们犯的罪越来越重。创世纪第6章第5节说，耶和华看见地上的罪恶很大，看见他创造的人心里面的念头每天想都是不好的。耶和华后悔他造的人，也造了这个世界。上帝心里非常的忧闷。其实这个描述非常非常的生动。有当父母亲的是知道，当我们的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背叛不听我的话的时候，我们真的如刀割啊。那我想上帝他也是这样的一个心情。耶和华上帝说，我要把地上他所创造的一切人动物全部把它消灭掉，因为我后悔造了他们。我们也常常听父母亲说，我很后悔我生了你。那个真的是很大很大的生气。为什么会让父母亲气成这样子？创世纪第7章第17节接续的说，耶和华上帝就让大水泛滥在地上40天，水高过地面上所有的山，以至于只要是有活物的，全部都死掉。这是第一次上帝非常大的一个审判。反看我们现在呢，我们生长在这个充满罪恶的年代，我们每一天每时每刻这种报章杂志、新闻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人的行为不断的一切向前、向名、向利来看。许多人在追求的过程当中，刚开始是好的，看病当医生应该还不错，可是想到挂号费15块、150块，诊疗费是200多块，他慢慢觉得这样不够。
以至于我们才看到有医生做出让我们很心痛的事情发生。人的价值观开始一直渐渐的改变，不是一开始就改变，渐渐的在改变。科技人员为了钱被收买，尤其是科技网络对我们的影响非常的大。科技网络带来很大的便利，我们可以随时买东西，晚上下订，明天早上就来。我们可以得到很多我们想要的知识，但是这一些科技网络让我们陷入更深的罪恶当中。人为了钱财贪婪盗取别人的东西，人内心常常充满了怨恨、嫉妒，我们就互相欺骗来欺骗去。我们常常不晓得到底执政者，或者是说上面讲到底哪一句话是真的。人因着爱比较，什么都可以比较，以至于上帝创造我们的样式，我们自我形象非常的低落。我们对自己常常没有自信，以至于我们对未来没有目标跟盼望。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在上帝的怜悯跟爱当中呼召我们这群基督徒，甚至你是慕道友来到教会。上帝盼望我们可以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盐，照在这罪恶当中，成为一盏盏的明灯。但是有时我们也不小心陷入，就像上帝一开始呼召的亚当夏娃一样，一开始是好的，可是后来亚当跟夏娃就像我们一样，有时候不固守上帝给我们这个新创造的一个身份，我们受世界的影响，我们将世俗化的价值观带到教会。我们在礼拜一、礼拜六，我们在社会的时候，我们披着那件旧的衣服，披着那个不是自己，那个心思意念都是这个世界上花花世界的一个想法的好处。我们总是希望从这个花花的世界里面可以得到什么好处。我们的野心，我们的自私，让我们离开上帝。我们走自己想要走的路，我们有时候都不知道。我们离开做坏事的人，他已经不觉得他自己做坏事嘛，不然他怎么去做？他不觉得，他不觉得。你看，常常被抓到的人，他不觉得他是做坏事。离开上帝也是一样，你一定不觉得你离开上帝。我们的野心，我们的自私，也造成我们人跟人之间的疏离。我们常常谈话，我们都很表面，没有温度。我们讲没有温度。我们用电话讲，其实跟人或者是网络差很多，没有温度。我们的野心，我们的自私，也让我们遇到生命中风浪的时候，还是不如我们意的时候，或者今天奇怪的不如我计划当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就开始怨恨上帝。我们很多的为什么，信上帝的为什么也会碰到这样的事情？信上帝的人也会生病，也会得癌症；信上帝的人也会出车祸。但是我们会用不同的一面去看待。礼拜五我们教会一个长者骑脚踏车，他是逆向，在一个巷子里面，然后在一个十字另外过来一个邮差也是逆向，然后就撞到。然后现在那个长辈在这边就当场一摔，就骨头就凸出来。我们看着警察，我跟牧师接到消息之后，赶到马偕医院的急诊室，然后警察马上做笔录给我们看他的录影，我们都感谢主。今天还好是他去撞摩托车，摩托车看到他过来吓一跳，赶快刹车，他就整个人往摩托车一撞，然后摔倒。今天如果他快一点，摩托车慢一点，给他撞了，其实就是不一样。还有我们工作不顺利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碰到生命中很多的艰苦，我们会怨恨上帝为什么让这个事情发生。但是我们有时又很喜欢在礼拜天穿起基督徒的身份的外衣来到教会，感觉上对上帝有交代，有个心安，甚至基督徒这个外衣成为一个流行的一个记号，但是却对读圣经、祈祷、服事的参与、奉献兴致缺缺。但是对一些活动的参与，吃吃喝喝又很有信心，很有兴趣。到底现代外表建筑物的教会，其实里面是教会还是社会？但是我们知道，教会总是教会，
社会就是社会，火跟水、光跟暗总是不相容的。现在基督徒常要心怀恶意，台语讲说相他打相准，两只脚想踩两边。我们要想要这个花花世界的东西，又想要教会这个外衣。但是，当我们去思考，当我们离开上帝原本创造的公义、上帝的良善、上帝的圣洁的时候，还有上帝活泼的一个形象的时候，我们人一切所做的，我们所得到的，我们看到的一切外表，不过是更加速将我们推入死亡的深渊。当我们得到的越多，其实不见得是好。那我们在这边稍微停一下，我们来回想起初上帝的创造是那么的美好。他将人安排在伊甸园里面，享受他所创造的万物。那时候我们的自我形象非常非常的良好，这是多么一幅美好的画。如今这个万物要被大水毁灭，人类一个一个要跌入死亡的深渊，这一切毁坏应该不是上帝原本创造的意思。上帝的创造本身就是一种约定，这个约定跟我们想的约定不一样。我们一般所知道约定的关系可能比如说我们去买卖一件事情，我们打契约；我们去租赁房子，我们可能会谈条件。你要帮我预备沙发预备冷气，然后我每一个月给你1万5，你要帮我准备有水有电可以用，这个样一个契约才成立。就像传道昨天很忙，但是利用中午的时间，我跑到家乐福去快钱100。当我填投进去，拿到那个单子之后，那个小姐怎么样？她才帮我减。我如果没给她这个单子，她会不会帮我减？不会帮我减。这个也是有一点很像契约契约，你对我好，我才要对你好。我们现在怎么样？我对你好，你才对好，这也是在某一个形象，也是一个契约。在信仰上面，其实我们受我们的儒家的思想以及我们传统宗教影响很大。人跟神明的关系也是这样。有拜拜人知道，我跟神求什么，神你给我，我就还愿，我就打一个心项链给你。刚刚讲到说，我跟牧师从这边走路到马偕医院去看天主秀的过程当中，在等红绿灯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学生，拿着准考证，没有跟走前面有一间庙我想他去拜拜了拿了准考证现在应该很多庙准考证下来吗？不然准考证下来嘛，所以我们没看错眼睛没有花。准考证到庙去，因为传道以前也做过这样的事情，拿准考证去拜。为什么？他也希望求神明，让我可以考上某一所大学。如果考上了，我就来还愿；如果没考上了，要不要还愿？当然不用还愿。这个契约的观念，以至于我们也常常用这样的一个观念来看待我们所信的神，我们的信仰。我们今天会被处罚我们走霉运，一定是我们做不好，我们对不起上帝。另外一方面会想我做得很好，我在教会很多的服事很殷勤的在做，我应该得到很好的奖赏才对。这些错误的观念是建立在双方平等的基础上面。夫妻现在也觉得好像你要对我好，我要对你好，可是夫妻的关系应该不是这样子。养儿防老，在某一个时候也是这样。我对我的孩子好，我期盼他以后能够养我。但是上帝跟人不是这样子，上帝跟人的约定不是这样子的。当大水泛滥在地上40天之后，圣经第8章第1节说，上帝记得他跟挪亚一切活物的一个约定，上帝就让风吹到地上面，水就渐渐的消失。上帝怜悯他所创造的一切万物，因为上帝本身的创造就是一个约定，
这个约定不是一般的契约，也不是结婚证书。在现代来讲，结婚证书，我觉得一点点约定都没有，很多人在摇头，因为太多例子了。上帝跟我们的约是一个无条件的约，不是因为我们做什么他才爱我们，还要对我们怎么样。这个约是单方面从上帝他这边无条件要给我们，给万物，不是只有给人类，给万物，而我们只是白白的领受。就像万物，我们觉得这几天下雨，我们要出门，好讨厌，怎么下雨？上帝他对万物的约定，他路边的野花野草，他也会照顾他们。很多溪流里面的鱼干掉了，上帝也要滋润，上帝要滋润大地。上帝他记得他的约定。今天的经文12到15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吧。我们弄一下也可以看一下周报，来，我们从12节到15节，请。上帝说：“我与你们命你们这里的各样口物所立的，永远是有记号的。我把你们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订约的记号。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红线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再泛滥，有关一切有血肉的物了。”上帝透过挪亚，他跟人一切立约。上帝用彩虹做记号，这是上帝恩典的作为。彩虹，我们知道彩虹是一个弧形，在当时人我们使用的那个剑也是一样。我们在这个当中看到上帝他审判那个万物之后，他用彩虹做记号，他要做一个转变。它本来是一个射箭一个杀戮的一个武器，它变成一个和平的一个记号。彩虹是上帝保存万物生命永远的一个记号。这个约是坚定的，也就是不管发生怎样的事情都不会改变，是一个完全爱的一个约定。我们在看到上帝无限的上帝又一次的限制他自己，他牺牲他的自己，他爱我们，但是人结果还是会失去信用的。我们从旧约圣经，我们看到以色列的例子，以色列的百姓一次又一次离开上帝去拜偶像，沉溺在罪恶当中。但是上帝没有放弃他们，上帝仍然不放弃他们。当他们哭求的时候，上帝派一些士师去为他们救他们，为他们征战。当他们要拜偶像的时候，上帝派先知一个一个的先知，甚至被杀掉，一个一个的先知去呼吁他们回头啊，回头啊！上帝就是不放弃他们，纵使他们应的景象被掳到巴比伦，但是人不断的失信，上帝不会失信的。诗篇27篇第10节这么说：即使父母都会离弃我们，耶和华上帝必收留我们。耶和华上帝他对以色列祖先他的约定，我们知道在历史上面，以色列百姓他被掳70年之后，上帝就让他们归回耶路撒冷，建造圣殿。如今守约又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的上帝，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耶稣基督超越时间跟空间的限制，为了我们受钉在十字架上，流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十字架是一个新的超越救赎的一个记号。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现在迷失在这花花的世界，受魔鬼的引诱，我们常常双脚想踏两条船的时候，不管什么事情想踏两条船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无能为力的时候，当我们常常碰到有如大黑暗在包围着我们的时候，我们惊慌害怕的时候，当某一些事情让我们受伤，让我们喘不过气来，让我们常常在翻译里面，我们也
眼泪流不止的时候，这灵宝贵是会成为我们及时的帮助跟安慰。十字架上受苦的耶稣基督，他会了解我们的心情。在我们的信仰旅程当中，有时我们不小心，我们忘记了上帝，我们忘记了跟他的约定。我们就像我们的始祖亚当跟夏娃一样，但是恩典的主，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透过教会，他养育我们；透过圣经如灯引导着我们。我们在委身服侍、彼此相爱当中，我们渐渐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也常常经历主同在的美好。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纵使遭遇了很多的困难，我知道现在很多弟兄姐妹碰到很多的灾难，甚至在教会跟社会其实是一样，也常常会有很多耳语，讲东讲西，伤害。可是为什么我们还是会留下来在这边做礼拜、敬拜上帝？因为我们深深知道，我们所敬拜的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也是我们唯一可以敬拜的、可以寻求的。我们也知道他一定爱我们爱到底，因为他是愿意为我们牺牲的一个上帝。各位弟兄姐妹，新的一年传道勉励大家，我们一起努力，我们要勇敢回应上帝对我们爱的呼召。只要我们愿意将心门打开，我们就会听到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的声音。上帝的呼召是不管你的年龄的啊，我年纪很大，我们这没有年纪大的啊，我年纪还小。如果大家读萨摩尔知道，萨摩尔他还是小孩的时候，上帝呼召的声音就临到萨摩尔。我们信仰之父亚伯拉罕，他在75岁的时候，他顺服上帝对他的呼召，离开他的本乡本族。75岁在他离开的地方是不容易的，因为他们回应上帝的呼召，跟上帝同工，他们成就了上帝很多美好的一个计划。今天教会是各团契会长的就任，每一次团契会长的就任，都是我们回应上帝爱的一个机会。这是非常荣耀的时刻。我们今天有我们的社青会长来，又好站起来一下。我们的那个敬拜团团长博彦，还有我们的舞蹈新奴，还有我们的定信定信，以及我们青少期的会长来卢安，请坐。真的是非常感动的一个时刻。传道回想我16、17年前信主之后，我在2年之后被选为执事。我上去就任之后，我哭了。为什么？因为我深深的跌倒过，我才知道得来不容易啊。我才知道得到这个信仰，得到这个恩典，上帝救赎我的恩典是不容易的。而且我的信念跟上帝讲，我要玩真的。你可以觉得这个会长、这个团长没有什么，的确他没有什么，他没有加薪10万，没有看得到的这个东西没有，只有更多的责任，更多的要付出。就像刚刚绿军长他勉励，更多的责任，更多的要付出。但是你有更多的上帝的同在，这个是在大家都追求看得到的，其实我们要追求看不到的才更是重要的。因为那时候我下定决心，我要将旧的东西抛弃掉，我要成为新造的人。每一次他们的就任，他们的事业，也是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要再一次的跟上帝誓约。誓约什么？我们要成为他们的帮助，我们要替他们祷告。传道牧师小慧也蛮常希望每个弟兄姐妹常常在替我们祷告。我们要成为他们及时的帮助，我们要关心他，我们要安慰他们。当你成为领导人的时候，也就是魔鬼攻击的时候。我们看很多的政治人物，当他们选上的时候，攻击才开始啊，外面都一样啊，不要以为选上了就那个，不是啊。等一下我们敬拜团会唱《奔跑放弃》这首歌。
我们的生命当中可能常常会有好像大黑暗随时临到，就好像我们每次在看到天空乌云密布的时候，忽然间你会看到很大的雨下来。可是当雨停之后，我们看到彩虹就在天边。我们看到彩虹7号，彩虹7号大概告诉我们什么呢？就告诉我们今天不管我们如何的境况，上帝都与我们同在。这是我们很大的一个，上帝没有忘记我们。不管我们在多大的苦难，我们的家人忘记我们，我们的朋友离弃我们，但是上帝没有忘记我们。彩虹的记号也是在提醒，上帝立彩虹记号不是在提醒我们，其实上帝说他在提醒他自己，他对我们的约定，上帝不会忘记，但是上帝他特别立彩虹记号，提醒他自己，他对我们人类的约定。约定什么？他绝对不会再用大洪水来毁灭我们，他对我们的爱永远不会改变。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每次看到彩虹的时候，我们要记起一个教训。什么教训？彩虹的背后曾经发生一个大事情，就是洪水泛滥。因为人因为作恶，上帝毁灭地上所有的万物。同样的道理，愿上帝的灵随时提醒、保守、看顾我们的弟兄姐妹，帮助我们记得什么？在荧幕的后面，上帝用他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他的爱也是永远不会改变。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这里的爱永远不会改变，你爱我们爱到底，也帮助我们擦去我们弟兄姐妹所有的眼泪，让我们能够这个时刻，我们得到完全的医治，完全从你们的爱包围着我们，让我们有勇敢来回应你呼召的爱，让我们来奔跑，不放弃你所定给我们的日子。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爱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站立来唱这首歌，奔跑不放弃。他对
对我们的约是永不改变的。家人、夫妻、父母、朋友会放弃，但是上帝的爱永远不会离开我们。让我们重新，让我们有一个盼望的心来迎接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再来唱一次《奔跑不放弃》。还在苦难当中的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